根据自由人士最新消息，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和田地区于田县一名被关押在政治教育培训中心的维吾尔青年因不明原因死去。当地警方将尸体交给其家属时，特别嘱咐威胁不能将死讯外传，否则将他们全家一并抓进监狱。这名青年被安葬时都没能说出名字。中国警察的暴力和内部混乱日益增多。警察在大街上看见执法人员抓住一名妇女的头发，丧心病狂地殴打时，表现出视而不见，当场回避。1898年，美西战争以西班牙失败告终，菲律宾被转让给美国。西班牙从未沾指的莫洛兰地区也包括在协约中划给美国。美国接收菲律宾后，经过多次战争未能占领莫洛兰地区，只能与当地穆斯林谈判。1946年，美国宣布废除海外殖民地，菲律宾获得独立。尽管当时莫洛人呼吁国际社会保护其权利，但莫洛兰地区仍被划给了新生的菲律宾。加州北部门多西诺复合大火4日凌晨大规模燃烧，迅速蔓延的火势已酿成当前州内最大的火灾，迫使2万居民逃离家园，并摧毁100余吨建筑物。波黑共和国主席团前主席阿利亚伊泽特贝维奇，1925年8月8日出生，2003年10月19日在萨拉热窝一家医院病逝，终年78岁。1990年当选为前南斯拉夫联邦波黑共和国总统。他的祖父是来自于斯屈达尔的土耳其人。今天是他诞生93年的纪念日，举行了特别的纪念仪式。Assalamu alaikum。